年，多謝，男仔嚟嘅，多謝。呢半年你搞到唔記得講咩嘢？呢半年啊，我自己研究咗好多關於宗教嘅嘢啦，關於一啲哲學嘅嘢啦，關於一啲心靈方面嘅嘢啦，係因為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可能每一個人看似大家都好健康，可以好如常咁樣去工作，但係我都知道其實每一個人心入邊，你哋每一個人都一定有一個一啲好唔好嘅一啲時候。咁其實真係除咗身體之外，都希望大家嘅心理都可以越嚟越好，係啊，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嘅心理，先至會有一個好嘅身體；我哋有一個好嘅身體，先至可以繼續行更加遠嘅路。所以係咯，希望在場嘅每一位喺呢個演唱會嘅你哋喺今晚可以稍為療癒到少少你哋。係咯，我自己都呢半年都經歷過好多自己一個人喊嘅時候啊，可能係一啲好無助嘅一啲時候，但係我好感恩嗰個時候，我嘅靈魂選擇咗一條路，係可以令到自己變得越嚟越好，而我而家都繼續堅持緊，所以我都好感恩當初我可以到而家嘅我企喺呢一度，俾到少少力量大家。自己好多嘅嘢去平衡去調整，我相信唔係，我一定可以成為一個 better man。像漫天星，別有對你命靜待見證，走咗的聲音都不理。